每個香港人嘅心裏邊都有一間佢哋認為最好食嘅燒鵝餐廳。我記得我當年喺法庭膊頭正式做律師嗰日，我請晒過嚟觀禮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去咗中環威靈頓街嘅容記燒鵝。嗱，當年嗰隻炭燒燒鵝呢，我證實係非常之掂嘅。我食緊燒鵝嘅時候，我梗係估唔到容記呢個名最後會變成一單好出名嘅爭產官司。追溯翻去到1930年，一位叫做金瑞輝嘅年輕人喺香港上環嘅港園西街有一間好細嘅熟食檔，佢就喺嗰度起家啦。喺1942年，佢喺永樂街又正式開咗容記酒家。其實當時呢個金瑞輝嘅年輕人經營緊呢係一檔燒臘檔，而喺佢隔籬就係有一位叫做麥容先生所經營嘅咖啡奶茶檔，個名就叫做容記。然之後呢兩檔嘅鋪頭咧就聯營，咁金瑞輝就做埋股東添。咁去到1942年，金瑞輝呢位年輕人就喺永樂街創立咗容記酒家。時代變遷啦，咁容記就喺1964年搬到依家我哋廣為人知嘅地點，就係中環威靈頓街。去到70年代，金瑞輝更加買咗附近嘅物業，興建咗今日嘅容記大廈。而佢一手建立嘅燒鵝王國有兩個好重要嘅繼承人，大仔金坤勝又叫做金建成，二仔金坤禮。睇翻法庭文件呢，其實呢兩兄弟係由細已經加入咗呢一個容記嘅燒鵝生意，係由底層做起。大仔金坤勝即係金建成啦，亦都本案嘅原告，佢係容記嘅一個叫做代表人物啦，喺公眾度。喺1973年起，佢就已經成為咗容記嘅總經理，佢負責餐廳嘅日常營運、人事管理、客戶關係同埋市場推廣，都可以咁講，佢係將容記呢個品牌發揚光大嘅一個靈魂人物嚟嘅。而二仔金坤禮就係本案嘅被告，佢嘅角色更加似係一個幕後嘅功臣，係由70年代中期開始，佢負責集團嘅地產啦、公司架構啦同埋投資事務、容記大廈嘅興建啦、集團旗下公司嘅管理啦，都係由佢一手去做。佢嘅貢獻對於生意嘅資產增值同樣係功不可沒。法官喺判詞裏邊將呢一個合作形式形容為一個整合嘅家族運作 （Integrated Family Operation）。兩兄弟，一個內一個外，一個主營運，一個主資產，共同幫住爸爸將容記推向高峰。但係估唔到，自阿金老先生過世之後，呢一份兄弟間嘅默契似乎就被打破咗。2004年12月，容記嘅創辦人金瑞輝先生就過身。一個時代嘅落幕，好多時都係另一個時代混亂嘅開始。而呢場混亂嘅根源，其實早於金老先生過身前10幾年已經埋伏咗。嗱，其實呢樣嘢呢，就係好多時喺香港嘅富豪家族裏邊呢，我哋都睇到嘅。喺1990年，其實佢哋為咗規避當時高昂嘅一個遺產稅，根據法庭檔案顯示，金老先生喺一個財務顧問嘅提議之下，進行咗一系列複雜嘅資產架構重組。首先，佢哋喺 BVI 即係英屬處女群島註冊咗一間英文名叫 Long Yo Limited 嘅公司，然之後喺 BVI 就再註冊咗另一間公司，咁就係呢個爭產案嘅主角容記 Holdings Limited 啦。呢間容記 Holdings Limited 就成為咗佢哋呢個資產架構裏邊金字塔嘅頂端。佢嘅唯一作用就係100%去持有頭先講嗰間 Long Yo Limited。嗱，咁成個架構嘅頂層咧，頭先都講咗，最頂嗰間就係容記 Holdings Limited。咁佢咧就持有中間嗰陣咧就叫做 Long Yo Limited 啦，又係 BVI 公司。而呢間 BVI 公司又再持有咧就緊要啦，包括呢個叫容記酒家集團有限公司。呢間公司咧就係正正負責經營容記酒家嘅嗰間公司，同埋其他有一啲地產項目嘅公司。咁咧其實變咗最頂層嘅容記 Holdings Limited 咧係非常重要。而呢個設計其實係為咗針對當時嘅遺產稅咧而訂立嘅。但係香港喺2006年就已經廢除咗遺產稅，呢一個複雜嘅離岸架構咧就冇咗意義。而09年4月，頭先講最頂層嘅容記 Holdings Limited 嘅股權咧就變咗咁啦。大仔金坤勝佢就持有7股，即係35%；二仔金坤禮佢就直接或者間接持有9股，咁就係佔45%嘅。咁而佢哋嘅母親咧麥女士就持有2股，就係有10%。仲有一個好重要啦，就係阿妹 Kelly 金。佢咧就透過間公司咧，亦都持有2股，亦都係10%嘅。而喺二弟金坤禮持有頭先講45% 嘅股權裏邊咧，其實有部分係嚟自於已經過咗身嘅三弟叫做金坤基嘅遺贈。為咗平衡兄弟間嘅股權，佢哋嘅母親麥女士之後
亦都將自己10% 股份俾咗佢大仔金坤盛，而依家股權嘅結構就達成咗新嘅平衡，大仔、二仔各佔45%，而妹妹 Kelly Cam 就佔咗10%。而一個權力嘅平衡就因為阿妹嘅立場而傾埋咗一邊啦。嗱，根據法庭文件，阿妹 Kelly 喺實際操作嘅時候咧，佢就話雖然嗰啲股份係佢個名個10%，但係原來個10億持有人咧係屬於二佬嘅，咁即係話二佬金坤禮喺呢個實際上控制咗公司55% 嘅股份，亦都話擁有咗絕對多數嘅投票權。相信大家睇好多 TVB 嘅劇集都知道咧，如果當一方咧係擁有超過50% 嘅股份，即使係50.1% 啫，佢都可以改寫公司嘅遊戲規則。咁喺判詞嗰度提到有啲乜嘢遊戲規則係被改變呢？喺2009年嘅7月7號，一場冇會議嘅會議就決定咗今後戰局嘅走向。二佬憑住55% 嘅股份簽咗一份書面股東決議，呢份決議嘅內容就包括有修改公司章程。原本呢間控股公司嘅董事會嘅會議法定人數咧係需要全體董事嘅，而當時嘅董事咧就淨係得呢兩兄弟，即係話任何一方缺席呢個會議都冇辦法開嘅。但係修改咗之後咧，法定嘅人數就變咗不少於董事總數嘅一半，即係話如果董事會超過2個人，多數派就可以另一方反對或者缺席嘅情況之下，都可以通過決議。第二，呢個決議書亦都委任咗一位新嘅董事，就係委任咗二佬嘅仔金連宏，佢就成為咗控股公司中層 Long Yo Limited 以及香港營運容地嗰間公司嘅董事。咁成個董事會咧，咁就變咗有3個人，即係大仔啦、二仔啦，仲有二仔個仔。咁當然就成為2:1嘅絕對優勢啦。法庭文件顯示喺呢個決議通過之前，金坤盛即係大佬曾經透過律師寫信要求召開股東大會去討論呢個咁大嘅變革，但係佢嘅請求係俾人無視咗嘅。咁呢個權力嘅變動就唔係淨係體現喺程序上邊，初審法官喺判詞嗰度都提到，二佬個仔即係金連宏成為咗董事之後，喺電郵同埋會議裏邊，經常對佢伯父金坤盛經常進行無端的粗魯行為。法官認為二佬其實係放任咗呢一種情況嘅發生，咁就同過去幾十年間兄弟互相尊重嘅合作方式背道而馳咗啦。另外就有2件事，法官亦都認為二佬咧係冇好好咁考慮以前一齊有過嘅共識，例如係大幅提高仔女嘅薪金。喺2009年11月嘅一次董事會上邊呢，二佬兩父子就投票決定將金連宏同埋佢個妹 Yvonne 嘅人工咧就大幅提升到45,000蚊港幣。而當時大佬個仔雖然佢全職喺集團嗰度工作，但係佢月薪都係唔過2萬蚊嘅。法官係認為重點唔係在於薪酬係唔係合理，而係呢種做法咧係破壞咗過往家族裏邊嘅信任同埋慣例。仲有一樣就係私用公司物業，大佬發現二佬個仔同埋個女，即係金連宏同埋 Yvonne 喺未經同意就將集團位於柴灣嘅一個工業物業免費咧就用於佢哋自己嘅私人業務。當大佬提出反對嘅時候，二佬咧就選擇拒絕處理。法官認為呢件事咧就顯示到二佬缺乏對兄長一個合理期望嘅尊重。所以咧大佬就向法庭提出咗一個核心嘅指控，佢同細佬咧其實係存在咗一個長達幾十年嘅共同理解啊，即係家族嘅生意咧就由佢哋2個人共同管理，係互相尊重，而重大嘅決策咧係需要佢哋彼此協商嘅。呢一種關係喺法律上咧係被稱為準合夥關係。佢認為細佬用咗55% 嘅股權咧，就進行咗一個叫做先發制人嘅打擊，摧毀咗成個信任嘅基礎。好啦，咁但係大佬想拗呢啲觀點嘅時候咧，之前啊佢都要解決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嘅法院有冇權力去審理呢單案先？因為最主要間公司控股公司其實就係一間 BVI 公司，即係英屬處女島群島嘅公司，咁根本就唔係香港嘅公司。咁到底香港嘅法庭有冇權力去審核呢？咁喺初審同埋2審上訴庭嘅時候呢，其實都係話香港法院冇權審理呢單案件嘅。呢2個法院都認為控股公司其實同香港嘅聯繫係唔夠強嘅。依家呢，雖然容記餐廳同埋嗰啲物業嘅實質資產都係香港，但係控制呢一橛資產嘅嗰間公司其實係最底層嗰間子公司，而上邊嗰間控股公司呢，喺香港就冇資產冇業務，而僅因為股東係香港人，
人同埋爭議發生喺香港，其實咧係並唔足以構成呢個我哋叫做夠嘅聯繫。終審法院就推翻咗呢個講法。終審法院咧就咁講嘅，佢話下級法院咧就過於僵化咁演繹乜嘢叫做足夠嘅聯繫。足夠嘅聯繫咧其實係一種彈性嘅標準，唔係一個一成不變嘅法律條文，而且咧一定要考慮呢個爭議嘅本質。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商業債務糾紛，而係一場發生喺香港居民之間嘅家族糾紛，涉及嘅係一個完全喺香港營運嘅家族生意。而終審庭亦都列舉咗好多佢考慮咗覺得係壓倒性聯繫嘅因素，例如容記嘅所有實質資產同埋業務都係香港啦，所有收入來源又係嚟自香港，所有股東同埋董事都係香港居民啦，同埋引發爭議嘅事件全部都係香港發生。喺終審庭嘅判詞仲咁寫添，香港咧就將會係香港居民解決佢哋關於香港業務未來嘅糾紛嘅自然司法管轄區。好啦，咁終審庭清除咗呢個最大嘅障礙之後呢，咁就要諗下二佬嘅行為係咪構成不公平損害，足以支持公正同公平嘅申請嘅清盤令啦。終審庭係同意咗初審法官嘅觀點，就係不公平損害呢個情況係成立嘅，而清盤係一個公平公正嘅做法，結果就落咗一個清盤令啦。呢件事喺清盤令發出咗之後呢，亦都峰回路轉嘅。頭先提及過二佬個女Yvonne金喬恩，據報道佢不惜以借貸嘅方式籌得22億港元天價買翻呢一個容記嘅核心資產。咁仲有一樣嘢，其實就係大哥金坤勝喺初審判詞出之前嗰幾日咧就不幸過身嘅，所以個情況就係大佬嘅遺孀同埋後人咧，佢就攞咗呢個現金徹底退出咗呢個生意，而二佬咧呢一家人咧亦都守住咗容記呢個老店。咁呢一單清盤官司嘅故事去到呢度就完結啦。題外話，大仔嘅仔金崇元喺灣仔軒尼詩道就開咗一間叫金牌燒鵝，開業4個月啫，喺2015年3月就已經攞到米芝蓮1星。嗱，我前幾日咧真係有去名茶暗訪食過嘅，咁同當年嘅容記咧真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二佬嘅女Yvonne咧，亦都行咗呢一條路線，佢除咗翻新容記老店，引入年輕化嘅設計之外咧，亦都喺尖沙咀 K11 Musea 度咧開咗一間叫做容容常藝館，將傳統嘅燒鵝同現代嘅餐飲咧係結合嘅。咁喺2023年到2025年，佢仲連續獲頒 Jessica 成功女性大獎。一場官司孕育咗2種截然不同嘅傳承，一隻燒鵝2段傳奇。而你有冇心目中最中意食嘅燒鵝餐廳呢？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